过来看咱台湾的消息，最近这个诈骗集团真正是有够苍手，不少乡亲的金融卡拢互提起来领钱，其中的发卡量差不多是1800万张这个邮局啊，今年是有分队已经组织差不多有3亿2千万的损失。为了要提升防诈骗的机制，中华邮政宣布，每条港一天领钱的限额本来是15万，即马改为10万块。中华邮政公告，为5月28开始，邮政的金融卡提款一天的限额为15万调降到10万块。中华邮政是解释讲，邮政的金融卡差不多是1800万张，这是算金融机构内面的是上济。调降这提款的限额是要让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呢较歹领钱，降低邮政的金融卡变成人头户去用领钱领去。为7月19开始，邮政的金融卡约定转入校这个校号生效的日子呢，由申请迄一天生效调整为申请日后2天生效，让民众有这个时间阻止被诈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